为了响应地球日，台南市环保局17日特别伫基美博物馆举办一场无痕野餐日，活动吸引真侪大小朋友前来参加。现场更甲其他县市进行连线，做伙宣传地球日。目的就是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，会当提醒大家环保爱地球的重要。投资我们的星球，爱地生活。世界地球日其实不是只有4月22号那一天，它的目的是要唤起呢我们每一个民众呢对地球的一个重视。那今年地球日的主题呢就是投资我们的星球。那台南市这边推动的一个无痕野餐日，那为什么要叫推动这个活动呢？无痕野餐日其实我们的希望是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，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休闲也好，或是娱乐也好，或是野餐也好，你自己带去的东西呢，使用完之后呢，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，也就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。这当中呢，特别要呼吁就是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的，包括这免洗筷、免洗杯、免洗碗等等，那也尽量减少使用这个塑胶袋的塑制品，那最好能够不要使用。那这样子呢，才能够呢真正是爱我们的地球。活动这天，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来到现场，甲大家同乐，做伙爱地球。我们来这边野餐，快快乐乐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野餐。回去的时候啊，不留下一点垃圾，不留下一点痕迹啊，而且是减塑。我们不要用很多塑胶的用品的包装啦，或者是这个一次性的包材啦，或者是一次性的杯子。这部分就是爱护我们的地球，爱护我们的地球都是投资，就是投资我们的地球，就是投资我们的下一代。活动现场不只有野餐，更有真侪闯关游戏，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，互来参与的大小朋友欢喜佚佗。不只是亲近大自然，更会当认识真侪珍贵的环保正确观念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